暝，东边酒几粒星，伴着阮目屎滴，不敢出声多看天。想彼时双人结合无情义，想今你身躯不是普通事。人爱吃破，送阮伊袂江风对面亲情。开花，不知少年的情的心肝。人爱所害，快乐袂透随时变爱比。凄凄情目屎，伤心回来阮当西。人爱拍醒迷惘春宵，变心暗时，卡米。不知阮分离，声声句句因此断肠。每一回心所爱的歌，
咱邀请作词作曲家来节目中开讲。嘛有真侪观众朋友咧甲咱讲，有诶歌，但即马写歌诶老师已经无法度含咱坐做伙了。写歌诶老师已经无法度含咱见到面无。搁前今仔日特别来邀请朋友同齐来听，听这会流传伫咧民间足久诶歌谣。我嘛特别邀请到两位歌王甲歌后，咱先来欢迎王瑞霞，瑞霞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水夏，郭主任你好。咱少年的先介绍，哦你少年德高望重的摆后壁。这是前辈，前辈，啊，留喺后壁好好甲介绍。不是前辈，是摆伫安家桌顶，是佛祖。咱来欢迎哈，郑俊仪一哥欢迎。大家好，瑞霞妹好，国珍好，一哥足少年7岁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。对。你伫今仔日节目中所唱的遐个歌，伫你7岁的时阵，都已经是老歌。因为迄个时代，平常心讲，啥物拢无娱乐，就敢若纯唱歌。啊，唱歌的时候，迄个无电视啊嘛，啊，唱歌嘛是爱经过啥物电台啦，嘿啦，所以一个你学歌都是听垃圾个唱，垃圾个唱声，你就学声。对，因为我没有电唱机可以听，我们只有收音机嘛。我六7岁唔捌字，啊要听歌无地听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若阮拢揪喺收音机旁边，啊，种咧揪揪啊，拄好讲要放一条200的歌台表，啊就等我搞叫耶，我说耶啦耶，啊我就不能离开我家太远，我就跑回来听。所以我每一次那个歌吼，我要去比赛时，我只有2摆机会尔，我有2摆机会听到迄条歌，我的歌词甲旋律拢记的。啥物？啊无我以前的歌词拢是3段呢。3段啊，我记忆好袂使吗？太厉害了啦，一哥。没有，我囡仔真，我没啦，也许有点天分啦。头拄我讲的佛祖啦，啊，毋过吼，来瑞小姐，你嘛跟阮讲一个，你18岁就去拼，你毋是安尼学歌的啦吼。阮爸爸因为阮兜咧做迄间起厝嘛，啊我细汉就挂迄个垃圾学识的，即马起到2啦，我就阮爸叫我撇下，垃圾要赶入来啊。啊，所以我就开始为2楼，佮做细汉的，就甲摕去3楼，拢去换厝嘛。啊，所以其实我学台语歌，嘛是拢为听这radio内底啊，这老歌，文夏老师啦，洪一峰老师做这老歌，我嘛是安尼学起来。我咧讲好啦，因这就是天分足悬的啦。真的，好，伊哥讲天分足悬的，我头就讲诶。伊甲你认证，甲你钦点。无，你也免伤欢喜，天分足悬就是讲这个。程度啊，这到这啊，我想我无，我是境界，我有做天才。你看，差一丝啊，无啦，开玩笑啦。啊无我地才好啊啦，我是靠先天吼，我感觉先天喜欢，但是我后天我嘛做拍拼来去学唱歌。有影。天分啦。系啊，做这代志拢需要天分。啊，是，我听过咱唱台歌，我会当到这个程度，一定是做对，像比如讲工位啦，什么这拢是有天分的，啊无剩咧，就是去。庙会唱天的啊，安尼迄种不会有什么大成就，人家拢先天就是出世要来唱歌的啦。我迄个时代就是迄个家世的嘛，有一代吼，你会当要唱的人就拢是伫客厅会当唱啊。我妈煮饭当时伫咧厨房边啊，你着刷机有插电，你就会当唱嘛。啊，我是拢伫咧房间，啊，毋过我毋敢插电，因为我惊别人听到我的声音，所以呢，我拢家己轻轻啊唱。啊，人看人歌车拢绑一个，弄一个迄个有线麦啊，我就摕跳绳个绑在门遐，啊，就开始练，家己偷偷唱练歌。其实迄个都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啦。结果伫咧高一的时阵啊，老师就帮我报名这个台视的歌唱比赛。其实迄是我自细汉到即嘛，我毋捌歌唱比赛，像有个人会去庙会啦，有啥物拢。你拢毋捌去登台唱歌就对啦。嘿，我毋捌，因为我感觉。迄离我太遥远了，因为我个性较避暑，我唔敢。啊，我嘛无去想遐济，就是爱闭咧房间偷偷啊唱歌安尼尔。嘿，啊老师甲我介绍以后，我嘛唔知影，我就一直去比，一直比，过10关以后，其实我迄个时阵我感觉讲，原来是我会晓唱歌哦。我才知影，原来我会晓唱歌哦。啊，所以。我嘛唔知，就一哥讲的，可能我们真的先天就是做这个工作。像即马3G啊，咱伫咧录影，迄个时阵无人甲我讲遐济，我唔知咧看到呢。
我目睭都一直给他看头前，我嘛唔知迄个电火光，我都爱看一遍。你莫讲啊，人个消防局拢无看到，人都咧落来，你都有100支嘛，无啥关系。我跟你讲，不是真的，艺人哦是天生的，啊，然后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命了，伊这是天生啦，啊个伊水啦，啊个我搞唱，我是觉得啦啊，我认识他很多年了，对，我甲讲伊讲一个迄个秘密。因为我介绍是做过，但我无啥记的，因为碰到太多这种事。有秘密的。哎啦，我嘛咧等啊，我你看我甲你讲，这真的拄啊发生尔。讲啊哈，你即摆是到底40岁啊未？安尼讲，伊讲38。哦，啊，无要紧，你讲38，我嘛讲 OK。哎，因为我较早有主持，甲胡歌主持的钻石舞台，讲啊哈，啊你迄阵来钻石舞台，你捌来上过无？伊讲有啊，我讲安尼我就知，安尼我知几岁啊？因为钻石内底要40年啊。我咧骗啥？我就安尼要个几岁？钻石舞台那有较久，有40年，差不多40年。是。我已经70啊。哦。啊，钻石舞台敢31岁还是30岁时阵？所以啊，这我甲你报告，我拜托制作人这规段甲加掉，因为阮都无要讨论这嘛。咱来讲，你来讨论吧，无人要听。不要紧，因为我感觉吼，咱这个节目就是主人，所以有的人看我，哎，水啊。我自细汉听你唱歌呢，其实伊看就是阿嬷啊。我想阿嬷，你自细就听我唱歌。我刚刚拄一个8岁的讲，一个我较早囡仔听你唱歌，我靠，我们爆花，真的。不过他们会觉得，其实年代蛮久，他们一直以为真的。然后这就是艺人的特色。对，艺人一人对正人伊人生的过程经过。你嘛咧成长，啊伊嘛咧大汉，伊嘛咧老，但是伊会感觉讲你甲伊陪伴，这是艺人的价值。他会觉得他是陪我们的，刚才哈，看咱大啊，其实就是咱的歌啦，咱那些陪他们长大的，这是很棒的一个回忆。对，这是真的。你今日来阮节目中唱迄日本时代的歌，唱迄江边小便，迄是我咧讲，你7岁的时阵，这条歌就老歌，啊差不多。啊，不过这条歌吼，后壁搁半拍你无唱。你听嘛是按3段吗？这我年纪无下，所以我无识。啊，你讲这条歌你捌无头啦？无咱两个听过小书啦，现场现对差啦。江边海角天，唔知阮兄弟，声你遐少年啊，晓唱这啦？你闹开啊！吟出，唔系我看，足久无弹，断肠丝，啊无啊？啊，每日为你情绵绵，继续啊！每暗卡想也是你。我哪知？不啦，这是我另外一继续甲完成啦。今日才知离开你，我的人生无意义。你若有情，我有意，为你生来，为你死，世事无缘望后世，爱你千里。慢年，安尼嘛到了啦，哦，你安尼我有比你较厉害。安尼这条歌算我赢嘛，对不？对。啊，吟出断肠丝后壁斗句歌，爱你千年万年，搁讲斗这个。安尼有咧注意哦。有啊。有咧注意哦。安尼搁做顺足好听的。所以后摆定台，咱甲唱一版。你即摆咧讲，我感觉我后壁这个比头前较好听呢。无啦，迄头前迄老师哦，咱今日来甲怀念的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其实哦。我较早是人拢唱，因为阮种哪歌，可是我跟你讲，你只要听我唱，我会挑出来的歌，拢上盖好听。我较早唱过有一个怪癖，迄个歌若无好听，我就袂愿唱。所以小等下转来，咱来听一哥讲，什么歌伊袂愿唱。阮
感伤的城市，台北上有灵视。梦夜寒冷落水滴，小情的暗暝，夜夜树尾若放起，云照心内边，希望了解阮情意，烧火燃火气。啊，倒手的城市，台北上有灵视。困境刺破了本事，无名的努力，随时萤火无时节，彼在一生真情献予你，不愿你身边。啊，恶早的城市，台北上有灵视。伊个今日来节目中唱的拢开口歌。江边小别是单达着吴老师的事，迄江边小别天青唱目屎。台语歌内底有亚族的味的真少，是爵士的味道那个。爵士很少对哎，现在少年的也是拢写袂出来。但是一个咱讲公道的哦，杨三郎吼，伫迄个时代吼，我那甲你共款，伊我那18般的武艺拢会晓，伊毋是干那晓写 jazz 的呢。哦，对对，较早拢安尼，秋晚嘛是啊，哦梦里早归，哦这可能歌，足厉害，迄传统味的伊嘛晓写呢。啊，今日阮听你搁唱无共款的台北上好灵视。爵士的歌哦，咱有的观众朋友就知影，有人都爱听亚族，安尼台湾歌拢无亚族的。就亚族都不像这，哦，这种都安尼，嘿，讲较恶心的就要有天赋的人，因为他的拍子哦跟一般的歌的那个拍子不大一样，也许逗点的哒哒哒啊。所以阿姐今日嘛特别甲阮设计，嘿，最后一封信嘛加入 jazz 的味，啊是讲到这条最后一封信，原主唱郭金华老师，大哥你甲伊算真往来。我囡仔的时阵哦，我捌甲伊共台过，因为阮去比赛，伊拢是迄个歌星，就像比如像红地七啦，他们都是歌星嘛，我们只是去比赛而已嘛。譬如讲红地七嘛，这什么？李白的原代表，为了要甲你相见哦。我讲这大家知影都唔通讲嘴，因为红地七我因为伊是歌星嘛，我去比赛，我就唱主题曲，指定曲叫做李白的原代表嘛。我嘛开始比赛，这是我第2摆歌曲比赛，我拢5摆冠军嘛，这是我第2摆嘉义的公益电台。我还记得，有够厉害。我8月，
啊，然后就唱一条，然后我们就比赛啊，我就唱，啊，我就也唱，我就想，因为比赛先唱，啊，这么唱了时阵哦，就换迄个原唱者就是洪第七，我来唱这个，然后伊一直听我唱台语的了哦，伊有那唱200块，唱一拍拢无人拍谱啊，伊从我第2拍改做日本的，啊，无差伤济，无啦。我讲是真。因为啊，我相信。不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我是囡仔。伊是囡仔。嘿啦，我囡仔较特殊啦。啊，当然我们那唱赢伊啦。人那个歌红那边唱赢伊，但是我就是小孩子啊，不一样安尼。不一样。你也讲过去无好，所以我嘛是听伊歌，然后就什么，我会记伊头一条我叫做《春梦本是空》。我较早专门咧学过去无，你知道？真是的。我听较无成，我较早学个，听你讲，伊过去我唱歌，伊嘴爱开开，小弟郭金发啊，安尼啊，叫迄个，迄个型哦。过去红灯并落在，我这较袂晓学，我较早学够成诶，我都少年时，迄是迄个共鸣的问题。你将伊的共鸣点破解出来。系啊。三面海誓一般吼，拢咧讲正面。我对你三面海誓，但是你就是今日唱，人达雄老师的词讲，从今以后，无论海水的干，石头的烂，唔愿搁谈爱情。伊倒边讲，伊就抓讲，海水的干，石头的烂，唔是我爱你无改变的，是永远唔谈爱情。都放弃啊啦。从今以后，无论海水的干，石头的烂。你看，我有一条歌叫海水的干，石头，你看。这上做迄个什么啊？你讲这上做啊？老大雄老师，老大雄较早就抄我啊！你看嘛，几十年前就搞抄去啊！无一个，这无法度相济啦，这无讨的啦。因为老大雄老师吼，人的冤家哦，奇怪呢变安尼。因为老大雄老师这个歌写完了吼，伊就去日本发展啦。伊伫日本发展了足好个呢。伊的后生是日本的律师，伊的查某囝是日本的艺人。啊尾啊吼。伊甲郭建华老师拄好前后差半冬离开去，啊，毋过我感觉讲，咱值得甲怀念。所以现此时，老大雄老师这个歌的版权利的持有人嘛讲，要互咱节目免费来使用，来互咱唱最后一封信这条歌。其实这首歌嘛是我对郭金发老师我上喜欢这首歌，伊的小肉粽啦，拢是自细汉咧听嘛。啊，我开始做歌唱以后。其实我第一差不多20多年前，我嘛唱过这首歌，我嘛是用心去体会这首歌的歌词，因为实在太水啊！啊，做这歌词，有伊个唱到伊迄个时代对感情的迄个期望，会较失望。所以我第一唱起的时阵，我今日是有较轻松的，我感觉谈恋爱啊，有咱的一个，卖哈你啊看重。但这条歌其实哦，它是日本曲，别人就讲，它中间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唱到，我们哪里有，我连听了这样。比如这个，从今以后，从今你讲半音迄个。对，哦，安尼你来行啊，因为一般拢唱袂到。从今以後，唔是安尼。從今以後，啊，咱普通是從今以後，從今以後，哦，你也知影我安尼厲害，安尼就厲害。不但厲害，今仔日我要水孩子啊，要搁伫大舞台，我连咪要捶毛病，要互你看看卖了，我听好一个，来，我给他难看。魏小姐，最后一封信，来，给你难看。暂长情深，最后一封回信。这呢无情，这呢无情，全无代念你我。
作情配心，一遍又一遍。伊讲相亲阿伯百般无奈，已经甲咱定亲的。祝我快乐，祝我幸福，最后祝我事业成功，得到美满婚姻，依然违背良心，何必假有情？情泪流到刀顶，伤心来回心，含着满把心酸慢慢写起，最后一封回信。再会爱情，再会爱情。从今以后，无论海水会干潮头会落，甘愿孤苦一生，不愿等爱情。爱哥今日甲阮唱的吼，嘛拢大师的作品。头拄啊，阮来听你唱台北上好粮食是杨三郎，伊一个本来好朋友啦，或者苦酒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但是哦，因两个本来好朋友哦，结果你敢知杨三郎偌干巧？咱好朋友，但是我的设法，甲你变做我的下辈。啊咧，啊，要有什么方法？大哥，我甲你报告。好来，请讲。杨三郎将因大姊本来厝人要做新妇的一个祖囝，算安尼就算养女嘛吼，将因大姊的养女介绍互苦酒做某。哦，所以伊加苦酒煞酒都管一杯呀，本来好朋友啦，但是安尼设计落了，苦酒的囝爱叫杨三郎叫。哎，慢慢啊，那我就卖母做大骨头啊，较紧啦，直接就跳到这边就那久啊，迄较简单啦。哎，啊，知影就唔能。人迄故意人想故意播。哎，你讲无唔对，杨三郎是迄个年代内底吼，几乎他只要出手的歌都会很流传。这种天文人，咱其实我们也不是很理解他啦。啊，你今日甲阮唱，我头拄仔咧讲苦酒这条酒家路。哦，酒家。苦酒吼，这条嘛伊唱的吗？伊作曲。伊作曲的吗？啊，我都唔知啊，我讲到啊，苦酒就是世界吼。伊拢去采集台湾的民谣，伊对台湾民谣就足保守的，所以写这个味吼，这个唔愿啉酒破落地，这嘛安尼听到心肝足酸。对不对？其实我唱台语咧老歌足厉害，我厉害是唔是讲咬笑啥？我搞长音啦，口气，迄长音啦。你那倒稳的呢？唔敢忍受破落的情情。无安尼啦，我长音长了安尼，长甲对天顶去，一摆了费医生甲我比赛长音，结果长去才宣布退出歌坛，就迄无啦，无啦，迄当唔当讲出来啊？像你头拄仔咧长这个音，这嘛有台湾民谣的味，苦酒这个酒家路，哦，这嘛有迄个台湾人迄个酸味的开口。你讲台北上好零时，迄嘛酒场的歌，酒家路嘛酒场的歌，你唱迄个艰苦的环境的歌，敢若足济对无？因为迄个年代拢艰苦人啊。所以我有写一本书的时候，小时候我家很穷，然后后来讲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谁不穷？那时代啊，你要少年呐。哦，我跟你无共系。你还佫来用听啦，你还佫我拢无啦。这你无哦？拢无啦。哦。
真是的，你古早人呢？你古早人。讲来到这，敢袂应该迄落，咱甲走一曲啊迄落。阮的故乡，阮的故乡也有一条溪。啊，但是唱这歌哦，其实台湾歌我感觉，你拄着什么歌的开口，你的声音要变，味道才会出来。所以我拄仔是唱讲，较一般咱就阮的故乡，要唱好听。其实这个歌都一定爱台湾味啊。阮的故乡也有一条溪，溪水清清，鱼大尾。溪边也有，安尼叫台湾味啦，这就是迄个单打主音的年代啦，就做海头歌啦，这是迄个蔡进南上在唱这啦，对，伊正海头味。尾啊中站遐，你就是咧写较早，迄个散车的生活。对啦，我每日伫地想，我每日伫地想，现在咱的故乡。是安怎会变这样？无啦，我这描写咱个年代吼，我本来讲咱就一条溪呐嘛，溪水顶悬哪会浮乌油？要叫鱼仔囡仔安怎收？天公伯啊，你若有目睭，嘛去看啥人啊？哪会遐夭寿？其实我很爱台湾，我真的是很爱台湾。好感动，听到这感动的歌词。我写歌我唔敢讲有多厉害，可是，我敢讲一句话，就是讲台湾歌啊，无我写，较贫瘠啦。我这是属实的，我只能讲这样，不是说没有我不行啦，没有这回事，可是我会比较不一样，丰富一点的呢。因为我感觉一个你写的歌词吼，拢是做口语。对，用讲的，拢是很，你伫咧唱的时阵，迄个情景，我一听，我就迄个景出来，互我去体会。所以咱伫咧唱的人，其实嘛是足紧会当学这首歌。我已经做10多年无写，你看，我一个无写无台语，我就特别无去啊，你知道？你个回好啊，回好一个月关系。我拢开玩笑，大家嘛，怪气啊。但是吼，你小姐拄啊，今日原来甲阮安排一条，原来是艰苦环境的歌，就是较早你的师兄陈一龙捌翻唱过《酒路爱玩》这条歌。这首歌我有听过一龙哥哥唱过，其实嘛足少查甫唱这首歌的，不过在一龙哥哥。伊唱听起来，感觉就是咱伫酒家嘛，看到迄个情景，迄个，互感觉讲伊唱到即个酒女的即个心声，所以我过来唱的时阵，我会去想到，在生活困苦的时阵，其实我感觉每一首歌，咱爱甲家己的情绪藏在内底。我真是唱，我就感觉足感动，我都要唱，后尾流目屎呢。酒女爱玩老歌是老歌，较早曾明珠唱。曾明珠嘛是甲我同届啦，曾明珠啦、文英啦、什么黄三元啦，迄种甲我做同届啦。毋过吼，现在到曾明珠同时代啦，同年代。曾明珠甲你的情差，就是你头拄啊讲水下姐啊，你头拄啊吼还袂拢进前甲阮讲水下姐因兜好过。曾明珠就是唔免参加歌唱比赛，厝的都有栽培，就互伊做歌星。我一直唔敢讲，你搁逼我讲。往水下姐啊！你是讲时间有限。咱互水下姐啊吼，来讲较早，甲一龙啊遐两个安那相处，当入去连贯唱片的时阵，伊嘛甲你对唱阿哈相思嘛。因为迄个时阵水下都是新人嘛，有当时咱要唱节目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我甲陈一郎大哥合唱，其实是伊予我机会。我感觉我对伊足感谢的，就是每一遍也要拍主拍歌，伊一定爱教。你知影我记得足侪摆，迄时阵伊的印象较侪，所以有当时吼，通过我拢会惊迟到啊，我就让三团进到哭门，我就坐咧客厅，伫遐等伊。因为一定困过头，我嘛足紧张，咱个唔敢甲请起来，知道？然后我就一直伫遐等甲制作单位一直敲电话来。可是哥哥就知影阮会急啊，伊就起来讲，后来我知影恁咧等我啦。其实嘛是忙啊对我去宣传，一个通告一定走差不多20-30摆，你看，迄个心情，哥哥你想看麦？所以咱每一遍我拢带着愧疚
较感谢，这个心情，伊为着我要拍这首歌。陈奕龙也无来甲王水下唱这首歌，这首歌人都唔知影，所以我足感谢哥哥的。这个节目安尼一路一直行过来，真正感谢足济，这个作词作曲家，包含这个对台湾歌足用心的歌手，来甲咱共台制作。所以讲，今日就是拢纪念一歌已经袂当来的嘛。但我今日想想，我感觉安尼，后摆你就来做我的安尼。嘛，所以都袂当来。迄个后摆我希望有一个机会，会当伫金钟奖，我甲你介绍特别贡献奖，你登台去领奖。真是的啊，期待。
烟酒味，闻着用袂安轻，啥人会知阮袂心？了迄个就是阮爱的。不敢啉酒我落地，真情无爱的你，听声烟酒味，愈听愈偏怨切。啥人会求多明花？了彼个永远要做伙。可怜有个你，也不是为着钱，啊声烟酒味，愈听愈偏爱悲。啥人有情较有义？明了彼个一生做妻儿。啊，随下子也咧唱《酒女哀怨》，我上感动的，就是迄句讲“心忧闷，怨迄阵，金言玉语来骗阮，今日才着坠落海，盘客啉酒化酒棍。”哦，迄个景甲咱写出来，啉酒搁化酒棍。当时写即条歌的张艺兴老师赵国正所在，伊嘛是伫南卡市咧走唱。哦，啊，有记吼，伊个我甲你报告，随下子也今日咧唱讲，今日才着坠落海。盘客啉酒化酒棍，但是原来歌词毋是写安尼呢。原来我看到伊首歌真正写讲，今日才着暗西庄，盘客啉酒化酒棍。那个是听起来文雅呢。所以较早的人写歌足讲究的，但是张艺兴老师吼，伊留落遮济遮感动人歌，像伊头一条发表的就是《酒女梦》，伊做南卡时阵唱到红，欧美红才摕去唱的。嘛是即摆足少人会记得伊的名，所以我感觉节目中咱该唱出来，该怀念。对，怀念一下。张艺兴老师吼，就是张金华老师的亲兄哥。哦，张锦华。男人情，女人心的张金华老师，所以这种对音乐的天分。敢若半生性，像一个头拄仔咱咧讲笑讲，伊嘛无讲有去做啥物其他的头路，因为伊出世，伊就有这个艺啊。是，伊做其他的头路，伊嘛无啥成就啦，就是爱做这个行业。伊就是天生下就是爱做创作艺人，伊艺术家，伊个是艺术家。啊，这都新名掠到的基薪。无啦，我出世就干咱两项代志啦，一个是唱歌啦。一个是搞七啦，恁两项尔，所以我拢袂晓啦。你安尼吼，阮歹势甲你引啦。没，我听到免引，我即摆讲有观众听，系啦。没啦，这观众大家应该拢知影。系啦，无啦，罔讲罔笑啦，系啦。我讲哦，还佫一样代志，哈，咱60几啊10年歌，我拢毋捌甲你合唱过呢。连江创一个，即我甲伊合唱一个。好哦，一定爱。啊，上介好吼，伊个你拖底爱编。编一条新歌吼，你来甲随下子啊，无一定配合较做老歌较好啦。
啊，老歌的时候你也听得出来，因为新歌听有人捌听过，感觉较无好。老歌才知讲，哦，有比较嘛，我上卡唱较好，我这样觉得对不？但是那跟我唱，我跟你说，他会变另外一个人，因为他会跟着我去。这是啥事？就是刚才跳舞讲，我迄讲。对你去哦，唔讲嘞。哦，无啦，唱歌啦，唱歌会对我去。因为他很厉害。一般的歌手什么，咱唱咱的，伊总要唱家己的，当然跟他不搭嘎啦。厉害，他会跟着你走，就变融为一体。我今摆想到一项代志，以前我录用心等待你的时阵啊，我伫遐录音吼，一定录到吼，一定戆面啊，安尼拢一定戆去啊。要讲嘢对啦。结果呢，雄雄听到一个声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安尼唱啊最好啊，要搁唱啊啦。我是想啊。一定我讲的。啊，你来对啦。伊就讲。因为无人会讲这个话嘛，所以他记忆就。我听到我想，哎呀，一哥呢？惨嘛，因为我超过迄个时间，比如讲我唱到7点，我到7点10分，我想要一句我一定爱。今生阮用心等待你，迄个等待你吼，我就唱袂好势，佮听伊一出声，一声惨嘛，惨嘛，我愈惨，我结果伊讲好啊，安尼水啊，好啊，好听，要搁唱啊啦，我讲好了，我就结果罗安老师这组伊讲，无好啦，随后明日较过来好啊。啊，尾啊咧，尾有唱啊煞无？尾啊。尾也无唱较爽。无啦，我若会讲这话，就是真正就袂歹啊啦。哦，敢毋是因为你排后壁要用？无啦，我无安尼啦。迄个时阵，一个甲刘家昌老师，你伫雅璇录音室，你后壁是恁的时间啦。哦，录音的哦，录音的时间，我来总入舞台的。不，我伫咧接到伊录音的时间啦，所以我永远会记的，永远会记的迄首歌，就是因为你安尼讲较红的。哦，真的哦，安尼我嘛有讲落啦。有啦，你有讲落。安尼医生甲你结善缘，因为一般伊讲拢毋是讲这。拢讲吼，我甲你一句安尼教50摆，你教袂晓。你拢电视中讲嫌少年家。一般我会讲教啦，因为我免教伊足好唱，咱别人讲他算很会唱，凭良心讲。谢谢。而且有他独特的唱法，你甲讲比别人会较好，你算足好唱的。这个台湾的唱歌无互我骂过足少的啦。我是叫伊讲安尼莫搁唱，就是咬唱啊啦。那普通我就甲教，无安尼唱我。亲像什么人，互你袂上忝？亲像什么人，头拢我袂晓忝咧。我咧甲我拢骂过啦，叶克定我嘛骂过，以前我嘛骂过。我听讲你一句月娘茶，教少年辈的歌手，教较袂晓你搁起唱茶。无啦，迄唔好讲，人即摆当红啦，歹势。但是迄荣耀有播出啦。是像啦，有播出，你讲阮听一下。徐富凯甲迄个蔡嘉玲啦。我迄个胡歌节目嘛，我去我就是胡歌的毋是评审，因我评审就胡歌来宾，毋是，嘛佫毋是来宾，胡歌，咱们就比如讲因唱煞了，这有评审就开始迄个啥，迄个评，免讲，点评，即摆还胡歌最好喜欢的讲，这个评审老师讲过来，我们现在请我们的什么教授级的来评审。我当把遐我评审骂一顿，每一种骂。各位朋友，我都跟你们说，其实都是节目效果啦。因为看这评审拢真厉害啊。像我会使甲讲名啦，好过听评审讲完你开始教徐富凯。嘿啦，都多要，伊就讲叫我唱一点月娘茶嘛，两个就讲无伊两个来唱看卖安尼啦，嘿啦，我就。一杯当顶的春啊茶我两个伫遐唱4-5摆拢袂听，好，莫搁唱了，袂晓，敢安尼尔。春啊茶你听可能大概听袂出，我代表用着5种共鸣啊。春啊茶安尼就唱，春啊茶就是胸腔，我是春啊，而且。春啊，你走在这，我跟你讲，有共鸣问题啦。其实我比别人，卖讲厉害啦，不一样是我都用共鸣。我从来讲教这个就是讲，纵然是你家，纵然我时刻都在，你有听无？胸腔。搁起来想你，迄就是共鸣问题啦。毋是讲安尼较厉害，就是比较有感
人讲的感情啦，其实拢骗人的啦一。个等下吼，咱节目结束了后，你一定要原来甲我教一句月亮地，头一句你一定要教我教。我看你英文无多啦。毋是，你若教我袂晓，过来出去我当共品，讲我的听到甲徐富凯共款。啊，无你唱一个我听。免，不，你唱咧。我今日为着要共品尔，免，不会当定来，无你试看卖啦，来。教授佛祖。无来唱这来啊！哎啦，你一定天一杯当顶的，敢若唱《孙仔地路》。头拄啊，制作人讲，这个节目要迈向200集。我希望后壁这100集，我永远是主持人，我袂当做这个家己找死自杀的代志，安尼有道理无？水。所以啊，就好笑的啊。好啦，对未来200集的一个期待甲展望。哦，这段时间规拢留互你讲。期待。我爱让你先走，好吧，拜拜。那这句吼，阮两个合唱对你唱，阮会让你先走。我若无拜托姐啊，专门一段互你讲吼，互水下姐讲，我若无留专门一段互伊讲吼，伊安尼无话通讲咧，所以这段爱互伊家己讲。我讲对阮节目的期待。我拢互伊讲安尼，我无啥讲话呢，我拢让伊讲安尼，拢嘛伊咧讲。我边仔出，我较早个性，较早我若坐车，恁拢无话，对头到尾拢我咧讲。讲到，你看我即马改足济啊！毋是，你即马有进步，我退步，安尼使无？我退步啦。会走不敢，阮会让你先走。其实做节目吼，都是那搭喙鼓咧，像伊个伊大多工作济，其实拢是为着这个节目的效果。那其实咧，咱这个歌手节目，我感觉心酸的歌是对于我来讲是一个。做介意做质感的一个节目，所以每一遍要来录影，我拢是做认真来唱咱遮的老歌甲民谣。伊对我来讲是一个功课啦。以前拢是对咧唱，啊，毋过要为头唱到尾。哦，像伊哥讲的迄个开口，有当时你无安尼唱，无安尼说，佫唱袂出来迄个味。所以我逐工吼，就伫遐一直说。啊，大家遮录影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啊，来交成绩单。对咱一个歌手来讲，是一个责任感。你有听无？讲几部我拢无讲话哦，吼，你有讲足久的无？对阮足重，我拢点哦，我拢无用哦。感谢啊！但是伊个即摆换你结论哦，结论吼，我袂使互讲话，我若互伊讲话，后壁敢若伊个讲佫1点钟，所以我甲你先来，咱用一拍歌。来结论，这拍歌我若讲出来，你会甲我拍扑啊，讲我有认真听你的歌，伊个咱四句就好，咱当作今仔日特别节目的收煞，唱一条《思乡记》，唱一条《旧情绵绵》，唱一首《思乡记》，离开故乡遮多年，唱一首《旧情绵绵》，爱人啊，毋知去倒位，唱一首唱一首悲情城市，内面有我甲你，唱出着咱温暖的过去。嘿，因为这几句甲歌名贴落去，真正就是表达心酸的歌，这个节目的精神。思乡记，离开故乡遐多年。唱一首旧情绵绵。唱一条旧情绵绵。爱人知去倒位。唱一首悲情城市。唱一条悲情城市。内面有我甲你。内面有我有甲你。有你。啊，上重要是后壁迄句。唱出着咱温暖的过去。那上尾也迄句。那哎呦爱到哎呦喂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用台湾民谣这一句，我甲放在这内底。但我唱不完，就会一句，心会酸啦。因为台湾民谣，因为台湾歌，对，因为所有这作词作曲家留予咱的经典的作品，是咱心所爱的歌。对。多谢一哥，谢谢，多谢水下来开讲。心所爱的歌，下回搁再来开讲。多谢。那哎呦爱到哎呦。